香港第一次出現 SARS， 連累醫生同護士殉職。第二次 SARS 出現喺2019年，又叫 COVID-19 Coronavirus Disease 19。呢個病毒總共有29種蛋白質串喺一齊，之後病毒用一個酵素叫 3CL 酶切開29個蛋白質。美國輝瑞藥廠嘅特效藥 Paxlovid 正針對 3CL 酶，因為呢29個蛋白質唔能夠分開，病毒便胎死腹中。香港政府用一個快速方法測試病毒，針對病毒入侵細胞嘅結構，如果測試結果係陽性，便屬確診，封店拉人。在此，政府叫香港居民返屋企洗手，用梘液洗去手上嘅病毒。病毒於是衝入大廈嘅污水池。港大嘅袁國勇教授團隊用快速測試棒發現食肆、健身房、學校嘅污水包含 COVID-19， 決定要停業或者停課。其實唔使慌張，因為喺洗手時梘液已廢掉 neutralize 病毒。快速測試呈陽性，代表揾到狼嘅牙，但狼其實已經死咗。呢個可以明白點解出現陽性測試但冇病徵。及後盧啟茂決定好多測試其實係假陽性 false positive， 於是通關。要抑制咗 3CL 酶，便可以令病毒胎死腹中。呢方面嘅健康食品叫洋蔥素同埋綠茶素。心水清者發現康和保健正有綠茶洋蔥素複方，可以預防流感、肌孔肯亞同沙士。